青春越剧闪亮绽放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，粤美中华粤剧青年演员大汇演2019年6月到8月盛大登场。前所未有的超大规模，传统戏曲的饕餮盛宴。东方大剧院 APP 和微信公众号全程网络直播，艺术人文七彩戏剧频道精彩花絮选播。8月6号起，上海大宁剧院现场展示，购票请登录大麦网。青春追梦，让我们在最好的时代绽放最闪亮的青春。粤美中华，青春出马，加油加油！粤美中华，越青春越闪亮，耶！在上期的节目中，为您带来了本次粤美中华越秀组第6、第7场的演出实况。至此，越秀组首轮汇演全部结束，共有26人直接晋级，28位选手进入待定区。在评委集中复议和网友点赞复活后，有10位选手从待定区成功复活，进入晋级竞演。你方唱罢我登场，紧接着新蕾组的首轮汇演拉开了序幕。今天将为您带来第1、第2场的现场实况，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。永联杯粤美中华粤剧青年演员大汇演，本场共12位选手参加展示，每位展示时间不超过15分钟。每位选手展示完毕，由现场3位评委亮灯决定去留。若3位评委同时亮灯，该选手直接进入下一轮展示；若2位评委亮灯，该选手进入待定；若仅1位评委亮灯或无人亮灯，选手则将遗憾告别汇演舞台。粤美中华新蕾组首轮汇演第1场的评委是著名乐师徐延安、粤剧名家胡佩蒂和粤剧名家周瑜俊。除了3位评委的亮灯外，汇演的同时，网络上也发起了人气投票，点赞数最高的选手能够获得淘汰豁免权。
个铁丝开花见铜铃，陈幺六零转翻身，个帽子脑袋到身根，陈幺六零转翻身，个浪漫吹马三成新，陈幺六零转翻身。烧水饼里出东啊生，陈幺六零转翻身，个阿蛋铺路到南京，陈幺六零转翻身，个来福的官场到北京，陈幺六零转翻身，个龙康好处多少人，陈幺六零转翻身，王雀出国变麒麟，陈幺六零转翻身，个乌龟吞靠变挖拉身，陈幺六零转翻身。个白相铺开帮啊司令，女杰为万问，陈幺六零转翻身，个李勇啊嘟大飞过个山啊头顶，陈幺六零转翻身，东亚大海吃会呀人，陈幺六零转翻身，个老友在东人兵，个3月1日为少你们哪个男人会翻身？抗战一发早你们要干什么？警察就是来翻啦啊身，对面这个气都把他气死噻！
儿到家门，对不必当朝骂的声，我是苦水和泪长成身，一生泪是命苦，生生这根早起。三少年，你心无比珍重，当成真正的神，我比终身心中梦，来生男女谁纷纷，苍天的我离尘世我只能千米外灯，梦长城我要睡着这个梦。三少爷，我要走了。不，九位，我要叫九位。飘堂堂一了泪阳归，一次见一岁不去，一岁哪回？父亲在四川。
走吧。088号来自宁波市小百花越剧团的齐素琼，091号来自嵊州市越剧艺术学校的汪思颖，095号来自温州市越剧演艺中心的陈思文，097号来自浙江艺术职业学校胡浩斌，以及099号来自上海越剧艺术传习所的冯军。由于只有2位评委亮灯，进入了待定区。096号来自绍兴小百花越剧团的赵子豪和098号来自上海越剧艺术传习所的倪佳慧，由于没有评委亮灯，遗憾离开了本次越美中华的舞台。本场人气投票的第1名是091号汪思颖，由于他已经进入待定区，所以淘汰豁免权作废。看了整场比赛啊。很开心，啊，这个总体来看呢，总的水平都不错的，啊，我们呢就是说，也作为评委啊，有时候也是两难，就是说有些没有拍的，其实也不是代表好像水平多少差，但是呢，就是有些拍的，其实呢也有美中不足的地方也有，有些呢表演很好。但是唱腔呢，有待提高的也有。那么有些呢，就是唱腔可以的，在表演方面呢，欠缺一点也有。那么尤其是年纪轻的
就是还有是咬字方面呢，也有待那个提高。我这里在说的是要说的就是拍和不拍的，其实不拍的，其实这一场在你这个艺术道路上不算什么，也许你在下一次的赛中，或者你在哪一个戏中，就展现出你自己最强的一项，你就会成功。反正我有这个体会，我觉得不拍到的根本不用丧气，不要那个好像觉得自己不行不高兴。其实这是人生你的艺术道路上的一场正常的就是比赛。特别欣慰的是看到几个让我已经进入了他的情绪，他不再是为唱念做打而去做准备，他是在塑造人物。新雷组的同学们在指导老师的面前，我想你们应该多问问，如果说有一些不明白哪个情绪我为什么要这么演的时候，多问问多借鉴。生活也是我们的老师，生活中艺术无限，所以在排练场上还是平时，请多积累你的情感积蓄。永联杯粤美中华粤剧青年演员大汇演，本场共11位选手参加展示，每位展示时间不超过15分钟。每位选手展示完毕，由现场3位评委亮灯决定去留。若3位评委同时亮灯，该选手直接进入下一轮展示；若2位评委亮灯，该选手进入待定；若仅1位评委亮灯或无人亮灯，选手则将遗憾告别汇演舞台。粤美中华新雷组首轮汇演第2场的评委是著名粤剧编导陈伟龙、粤剧名家黄彦武和粤剧名家周瑜俊。除了3位评委的亮灯外，汇演的同时，网络上也发起了人气投票，点赞数最高的选手能够获得淘汰豁免权。
相陪。寂寞远行，大醉我在茫乡亲啊！晨昏昏，听不见儿叫娘亲同恨家问我子深情。我为他奉命，我得愿得，我为他做野娃，真着脏心。儿一生恨，我真是心不宁。儿一生想，好心的我为儿孙娘的心儿牛，儿孙娘的命根根，儿孙娘的心儿牛，儿孙娘的命根根，乃三母子情年年累子三月情，今生难见我小儿一生挑衅金波儿是在昏昏沉沉，寡渡千丈魂儿深深，浪迹等同不过在这生死黄昏了怕生问，若怕生问。
贤哪里走？机会好，情愿自长。笑颜滚滚在河江。去归程，总理吉就是那黄河母。
娘亲生来娘亲一场有段终好商量，女儿少有是错。娘啊，你也肯来原谅女儿嫁到皇家之意，那婆虽好，怎比得堂上无妻？生啊娘，我父亲虽从言怎比得亲你能知孩童娘，我父亲生孩子苦，还要怪你娘亲少教养。娘啊娘，你今日放儿回家去，到来时我双双对对来旁亲100号来自上海粤剧艺术传习所的张爱嘉，105号来自嵊州粤剧艺术学校的邢碧尔，以及107号来自上海粤剧艺术传习所的金涛。由于有2位评委亮灯，进入了待定区。103号来自余姚市粤剧团的陈红叶，104号来自绍兴小百花粤剧团的钱家和，以及109号来自舟山市艺术剧院的张诺瑜，由于没有评委亮灯，遗憾离开本次汇演舞台。本场网络人气点赞第1位的是106号杨艳新，由于他已经成功晋级，所以淘汰豁免权作废。有几个问题哈，我们的年轻演员要注意，就是我们粤剧唱很重要，念更重要。现在就是念吧，我们有句话叫字正腔圆，对吧？字正腔圆，我觉得应该除了字正腔圆，还要字清腔圆，咬字一定要清楚。像爱嘉这个老生演员，其实他的唱腔、做工，指导老师都已经帮助他非常完善的去表示，但是他眼睛的运用，如何把心里的内容给唱出来，
这就需要不断的训练、积累。还有浙江省艺术学校的杨艳欣同学，看上去年纪非常轻啊，但是他的做工和演员应该具备的那些心理素质，今天的比赛还是非常成功的。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个徐红，还有这个101号的钱世莹，还有浙江艺校的杨新颖106号，他们身上都非常的干净，他们会去塑造人物了，他们如何去把人物、把内在的东西外化给观众？我做的动作，我是干什么的？演员演到最后就是演人物。那有些演员，我为什么不给他点这盏灯？是因为我实在，因为它是个综合艺术。还有些演员，他的这个衣服啊、水袖啊，他全部耷拉在那里的，不干净。我们戏曲演员在舞台上，举手投足都要给人一种美的享受。没有，让我达不到，要非常干净。你看这个徐红这个演员身上干干净净，水袖清清爽爽，哎，我觉得非常好。在下周的节目中，我们将为您带来粤美中华新蕾组首轮汇演第3、第4场的现场实况，究竟哪几位能成功晋级呢？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。